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没有啦，没有要唱这首啦。那个头拄仔讲要爱刺激的，谁说要刺激的？要说刺激的，你们帮我想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哈，要在1到1000之间，好不好？来，说要刺激的，说要刺激的，帮我想一个1到1000之间的数字，好不好？这是你们现在的任务啊，不用太认真，随便想。好啦，我看大家也坐不住了，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的网络好厝边。大家好，大家晚安。想要今日徛安尼，想要今日给大家看这个所在，因为不啊，你们平常都看我的脸，对不对？不会害你们，但可能会苦到我。不是抖内金额，好不好？如果是抖内金额，同时又满足这个的话，就是我要抖别人。你再想想，对，那个没有啊，就你们平常都看我的脸嘛，所以对啊，你看欧拉夫老师画那么美丽，平常都只有看到一小部分啊，下半身太那个是不是？那我们直接看脚，开心没？爽没？太好了，我有新的口头禅了。我以后新的口头禅就是爽没。如果大家不喜欢再抗议，我再换掉，好不好？先跟大家打招呼啦，准备中的苍大叔晚安，阿曼欢迎你来。还有准备中但没有打在名字上的伊藤绿茶晚安，你好。还有已经频道开好了有上传影片的猫猫可爱晚安。还有阿酸，你是不是需要一个 title？ 只有你没有 title 就有点过分了，那就是那个阿酸，晚安你好。然后还有那个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有人说很可爱的三次方，你好啊，爽了，谢谢。没有，阿慧没有要给你们钱，我那么穷，不要再想了。好，不是，怎么只有一个人给我数字？不是只有一个人说想要刺激吧？没关系，你们慢慢想，我把你们数字记下来。我们现在有伊藤绿茶的7，好啊，其他人你们帮我想一下数字啊，不要超反正最后就是，如果真的来一堆人哈，来20-30个人都帮我想一个数字，我就没办法。我们最多就10个，好，伊藤绿茶给我一个7，然后怎么样踩人？没有这种也不是不能有，但是就是对，好，太好了。你的名字怎么念？等一下，我日文不好。新多巴多是吗？我念错吗？新多巴多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欢迎你来看阿辉脸肖伟。对，今天是杂谈，所以就是要脸肖伟，这应该没什么好那个的。好，然后我们苍大叔的33，以及我们3次方的699，太好了！改变自己受的印象的福利回没有？不是没有，不是不想要改变印象，但也没有不行，但是就没有福利回。福利回可能要等我收益化吧？不觉得福利回这种东西就是要等收益化之后可以练财的时候？在一手交钱一手交福利吗？这样比较合理吧？感觉可以来个，就等收益化之后，其实我有蛮多练财转盘哇，没有在那个提早开始没关系，我现在都没有在讲重点，好不好？我现在都在练消之后如果收益化过了，我就可以无情开一堆练财转盘企划，有没有？对，这个收益化的目的就是要练财，不用演了，好不好？阿慧想干嘛，大家都看很看出。现在不是在练财吗？要给钱也可以啊，但是给数字没有在练财，好不好？给数字是纯自虐啊！你们等一下就知道拿来干嘛了。好，然后嘞，我要再撑2分钟才能进入正题。
虽然今天这个杂谈也没什么好正题的，对不对？阿慧没演过，对吧？阿慧都没来演的，平常都对大家如此真诚。不要抓嘴皮啊！我们这边没有这个传统，好不好？好，我以后就叫你辛巴达，这样我应该比较容易发音。太好了，对啊，我很 real 的，好不好？就也没什么好，对，就很 real。平常都跟你们说想干嘛都可以啊，就真的可以。单图层没有，今天没有要画画，想多了。今天没有要画画。哇，没事。我想说，我现在就偷偷打开，已经不偷偷了，已经跟你们讲，我现在就是打开我的喉糖，然后发现啊，我不是还剩一颗吗？然后没有了，它粘在包装上。我以为没喉糖，吓死我了。然后说完蛋，那等一下不用讲话，讲半小时就洗睡，来去休息。我感觉我声音好像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会这样？现在喊什么数字头奖号码？没有1到1000以内，1到1000以内怎么会有头奖号码？哪里的乐透可以选那么多号码？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阿酸只是阿酸？因为你已经够好了，你不需要加一堆。哇，这样是不是得罪其他所有人？就是你不需要有其他头衔，好不好？你一定要头衔是不是？那就是那个被欧拉夫老师画了形象之后，就一直大喊好色的阿酸，爽没？这个可以吗？爽没？太好了！我发现我越讲越喜欢爽没。好，我得罪你们没有了？我没有说你们不够好，喂，不对，完了，连那个表定的直播时间8点都还没有到，就先得罪大家了，死定了！哪有这种主播？有头衔的人都是不够好，不对，完蛋了！我明明没有喝酒，怎么搞得像很呛啊？好啦，我们大家不要跟阿慧计较啊！我就是那个，对我就是都在乱讲话，好尴尬哦！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把杂谈开成这样？好，我来了。大家好，现在晚上8点了，我们可以来好好聊聊 talk。在欧拉夫老师没有画你之前就一直大喊好色，对，那是欧拉夫老师的问题。这倒是，不要再丑妹妹，没有，不对，我觉得这个直到猫猫卡爱出道，他都会一直讲，对不对？对，我们现在有新的优良传统了，太好了！以后那个。以后大家来就是新观众，然后想要来问，就是平常火蛇的聊天室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然后那个各位看台比较久的观众就会说要注意那个妹妹都是不好看的，漂亮的都叫美女，不要这样好不好？怎么办？对啊，他就是什么都画得很，你知道的，所以我才会为他。阿昏暗暗，那存几箱卡，今晚好恁看到我的面啊！想说平常大家没机会看我的脚，给大家看一下，爽没？对，就是没有啦。今天真的比较呛，就想说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唐突、很随机的事。今天的阿慧怎么那么暴躁，那么攻？我不知道我也觉得我今天蛮暴躁的。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情绪都不是很稳定，可以这样讲吗？哪有人直接这样讲？可能我有点没睡饱嘛，我突然觉得很困，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如果我开不了太久的话，我可能就会休息一下。可能我还是稍微有累到。朱聪按欢迎你来，欢迎。好，那我们就来聊天。等一下哦，数字的部分204，因为感冒情绪不好也是蛮合理，好像也是啦。但我一直以为我好了，可是讲话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全好，有点困扰。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最近很认真想要来减肥，所以有很多很好吃的没营养的东西都不能吃，不是没营养的东西，很好吃，但是那个营养成分不对，可能会太营养的东西就不能吃，所以可能心情上也是要克服一下。对啊，我病还是很重，真的假的？那真拿我没办法。想说太久没开台了，上礼拜已经几乎是休一整个礼拜了，我很怕再不开的话，我的频道跟我的时数会死掉，所以我就还是努力来开一下啦。反正就跟大家聊天，就本来就很开心，所以我在喉咙坏掉之前会努力聊下去的，好不好？
素人晚安，欢迎阿蛮欢迎给你来。猫猫卡爱也感冒，不知道是不是被同事传染哦，说不定是沿着网路线啊，主播的新鲜病毒直送给大家，有没有觉得物超所值？好，真的是在乱讲话。看我街访做的蛮嗨的街访的片段都是不同的时间去录的，所以其实里面混杂很多有一些比较久以前录的内容有一些是比较近期录的内容，所以那个情绪有时候会不太一致，然后那个时间点有的也都不太一样。当然我还是会尽量选比较嗨，然后就比较好笑的把它剪起来，所以当然有可能你们在街访里面看到的我都是状态很好很嗨的我，对，没错，对，但实际上就是街访的时候也有时候也不会那么嗨，有时候是会像个正常人一样讲话的，只是你们比较没机会看到你们想要有机会看的话，很简单，就是2天后嘛，2天吗？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2，对，那个2天后我们有那个现场直播版街访。对，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真正现场的街访长怎样哦。好，辛巴达也感冒，是被同事传染的，然后今天就传染给主管，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叫什么？好东西要跟好上司分享，是这样子吗？以为是怕不开会忘记，大家会忘记我，确实会啊，确实会。只要是太久没开台，或者是太久没更新，太久没放，就是任何新影片出来，就都会有点担心。所以，没错，就是会，毕竟就是做自媒体，就会需要刷一下存在感，这个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会有这种担心。甚至开播前才会补档，没关系，有补就好，谢谢大家，有补就是对我莫大的帮助，这还真是我的荣幸。对，就算今天没有来看直播，也可以再用补的哦。当然有来看直播的话，可以现场跟我聊天，应该是比较好玩啦。伊里晚安，欢迎你来太刺激的现场版，没错，要不要来啊？对，虽然我其实已经都找好名单了，没有跟大家说有谁，但是已经确定要来的偷讲也没关系哦，因为也有人有先说了，对。看大家自己决定，想要保持神秘还是想要昭告天下，我都 OK， 我都 OK。2次函数没有要教，我都不会的东西怎么教？嗨 Taylor， 太刺激的现场版，要不要来呀？虽然我都已经找，为什么我要讲一次一模一样的话？对没关系，这一次那个现场版的街访就是没有来的也没关系，就是因为名额有限啦，就是没有办法排到那么多人。那我已经决定。我先看一下啦，我先看一下这礼拜现场版直播感觉怎么样。如果感觉还不错的话，这个月就可以月底再来一次。对，猫猫可爱已经昭告天下，没关系。其实我也蛮期待跟猫猫可爱做这个访问的，就是对，已经不是小秘密了。对本来就可以宣传，真的我也是蹭到，所以我 OK， 当然不用那么客气。对，还蛮期待要问一些不一定能问任何人的问题什么意思？你们到时候来就知道，太好了。斯洛姆晚安，欢迎你来，真是刺激，对，太刺激的现场版，没关系。如果这次没有来的话，好，已经讲很多次了。OK， 那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听起来超强的？女同2人组的街访，对啊，女同2人组是谁？我只知道有猫猫卡爱，另一个是谁啊？好想知道哦。肯定是要问一些只能问女同的问题吧，合理吧？大家如果有想问的问题，对，那个到时候礼拜4的现场街访就是大家聊天室，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个留言都回到，毕竟是联动，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如果就是大家有想问的问题的话，一样可以在聊天室直接问我如果我有看到，然后我忙得过来，然后我觉得可以问，我就会问，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客气哦，谢谢。哪一场直播不鏘哦？好，那我就放心了，太好了。好人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1天啦，也太好了吧！谢谢阿酸。绿界原来不算敛财吗？所以是真的当发票中奖算敛财谢谢。没有啦，谢谢阿酸，又让我体验一次中200块发票。
没有啦，就是我说的练财企划跟平常收大家的抖内有一个差别，就是我的练财企划会是那种没有人抖内就很难进行下去的节目，所以大家为了看这个节目进行下去，就会某种程度被迫抖内，这个比较可恶一点，所以算练财企划。对，谢谢，谢谢。谢谢阿酸。等一下，不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留言回到啊！我多讲了一个不吗？我想讲的是可能没有办法回到所有留言啦。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子哦。要把所有留言都回有点太难了。如果我不小心就是让大家太好接话的话，我觉得回留言回到吐血应该是不行。哇，对。我其实也有想过要不要开一些很练财的，但我就想说，等有 YouTube 的那个 Super Chat 之后再练财好像比较好练，所以想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做这种无耻的事情。那现在大家如果平常想要赞助我一点钱，让我体验中发票的感觉，让我吃好一点的话，我当然是就是打从心里心存感谢，会好好运用这笔资金的，请大家相信我，谢谢。生病脑袋转不过来，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好像有点严重了，好像比上个礼拜更笨一点。希望我不要失言，讲什么完蛋，今天还要开这个标题，看起来就很容易不小心讲错话，烧起来的杂谈。完蛋，我等一下不小心讲了什么不该讲的，那就帮我投避难所，反正不对，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好，没事，火蛇冷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火蛇冷静。我失言也不是第一天最好，真的假的？我平常很常失言吗？主要是会得罪观众，倒是蛮常在得罪的嘛，对不对？谢谢苍大叔，很多我不敢讲的话都靠观众朋友帮我讲，太好了。一言既出，4个无头骑士难追，什么意思？不是4马难追吗？4个无头骑士难追是哪里来的版本？火蛇想当然是火属性烧起来应该，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啦，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但好像还没有真的烧起来耶，怎么会这样嘞？怎么会这样嘞？还是我也应该没有啦，我不应该，你不该，我不该，你不该爱。好唐突，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标题啦，对。不要再都是甜的妹妹了，救命！火蛇说想把观众踩在脚底下问爽没，并没有。好棒的美秀，对啊，好听哎。听说他们最近唱卷烟的时候也唱一唱，就突然转成那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怎么会这样？唐突歌回没有，那就随便唱2句，当然不算歌。烂梗大师傅，这是什么对我的肯定？谢谢。子昌是要帮我干嘛？你要干嘛？你送我的游戏我还没找到机会玩呢，你可以等我一下吗？可以吗？谢谢。我跟观众的关系就这样互相得罪，就是相爱相杀，对不对？对，我得罪你们是我对你们爱的表现，虽然我的爱比较扭曲啦，但是就抱歉齁，拍谁齁？嘿啊，反正你们对我也是爱也是蛮扭曲的嘛，对不对？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我都把观众当破柴烧，没有好不好？没有吧？我没有把你们当柴烧啊，我就只是讲话比较没有礼貌。好，我会改进啊，我会在这个成为大伟 VTuber 的路上，就是改进一下我的言行，注意一下我的举止，然后就是对，与其花时间去那边嘴炮别人，不如拿时间来端正自己的品格。我会努力的。对，苍大叔只爱阿慧，不烧阿慧。对，苍大叔不会把我的脚拔下来，他会帮我画美丽的 fan art， 请大家多多学习，不要只会。不要一天到晚想要把我的哪里拔下来，然后那个什么哪一块肉要拿来怎么烤，什么薄盐，什么炙烧，就好啦，我知道是大家爱我的表现啦，但是好也没有不行，伊藤绿茶冷静，不要这样。
好好好，我们原来不行吗？当然不行，是怎样？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哪次同意了？哪次同意了？对啊，你以为可以吃？你再想想。好，画电绘只开一个图层可以吗？可以啊。宝箱柜不是可食用吗？谁说的？谁说可以的？这个真的不可以吗？不哭屁，哭什么哭？就不可以？你会走在路上看到一只牛，随便问他说：“我可以吃你吗？”你会这样吗？还是什么？不是啊，是2025年，怎么可能在路上随便走路看到一只牛？我想一下，脚拿掉会怎样？脚拿掉会怎样？你看阿金都哭了，不在那边是怎样？眼泪是不能这样讲哦。不能说什么眼泪是女人的武器，不行哦，性别歧视。眼泪是所有人的武器。对，男人哭我也是拿他没办法。不对，不是这样讲。完蛋，你们又嗑到了，不客气啊，不客气。脚拿掉会怎样？我会痛。对啊，如果你想要知道脚拿掉会怎样的话，可以看我的推特，或是看我最近新出的 cover。我有一只脚被拔掉，然后我的头就破了一个洞，然后就有一张非常恐怖的图，好不好？这样可以吗？脚拿掉只是普通的帅哥，谢谢。果然还是昌大叔会讲话，没错，我会从有脚的帅哥变成普通的帅哥，没错，就是这样。猫猫可爱会哦，以前在花莲看到牛牛，都会跟他说：“你们看起来很好吃。”好啦，其实我也会啦，有去那种景点，就是看到我看到的不是牛我看到的是羊，就是放羊的，反正就是羊，然后在路上跑来跑去。对，我也会接近他，然后跑到他的耳边，温柔的跟他说：“你看起来很好吃。”对，我是不是不应该讲羊的？你们又要去牧场闻到羊骚也会饿肚子，也太饿了吧？不是牧场闻到的不是便便味吗？闻到便便味会饿，真的假的？阿后是一种牛啊？我有跟阿后说过它看起来很好吃吗？没有吧？冷静，大家冷静。羊肉的味道很喜欢，真的假的？我其实是也蛮喜欢吃羊肉的。对，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羊肉或是猪肉啊，有一些人说猪肉就是有一个猪味，有些人不喜欢，但是我好像会觉得不是啊，我要吃猪，我就是要吃它的猪味啊，就是我知道有一些羊肉料理，如果被处理到没有羊骚味的话，就也会有一些爱吃羊的人会嫌弃啦。我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是不是可以理解大家看到我的脚也觉得很好吃？不是，你又不会吃脚，通常不会吃脚吧？你看到猪脚啊，猪脚不一样。你看到牛脚会想到牛肉吗？你看到牛脚会觉得牛肉很好吃吗？应该不会吧。要看也是看到牛舌头吧，看到一只牛在那边吐舌头，然后就跟他说：“你的舌头看起来很好吃。”对吧？羊肉就像那个羊味嘛，猪味、羊味、牛味都很喜欢哦。牛味感觉就蛮多人应该都喜欢的。对，就是如果是吃什么烤牛肉啊，吃牛排啊，就是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要有那个牛味才香。不是什么，就是想到牛角挂书，然后好饿，这中间是怎么连起来的？看到牛角，想到牛角挂书，然后好饿，是怎样？对啊，对，辛巴达说的有道理。各位，你们只是贪吃吧？你们只是贪吃，不要那边。羊角面包我没吃过，只吃过牛角面包但是羊角面包也不是羊角做的吧？讲话小声一点，怕贴图听他。好，我们小声一点。就是我毕竟是一个很有气质的温柔的男 V， 所以我如果想要小声讲话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要啊。好啦，没有啦，冷静。今天真的怪怪的。好，我开始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没有特定主题的杂谈了，因为大家可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莫名其妙的话题，然后大家就会很开心。合理啦，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什么都吃也是蛮合理的。
你还是没办法吃脚吧？脚那么硬怎么吃？对啊，脚要的话也是拿去加工啊。脚怎么吃？你吃饺子老虎机啊？其实我不知道吃饺子老虎机的吃饺子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也没有特别想知道，我只是有这个疑问很久了。哇，我觉得温柔讲话好像是一个好主意耶，因为反正我也没有那么多喉咙可以拿来浪费，不如我今天就来轻声细语。对，反正我轻声细语的时候，好像还是可以离麦克风近一点。哇，那我平常讲话那么累，是在累什么的？那我平常干嘛讲话那么用力啊？有病啊！哦，磨成粉感觉像药材耶。当骨髓那样吸吗？脚里面有髓吗？没有吧？脚里面有脚髓吗？如果你要吸的是另一种脚的话，我就是尊重大家不同的癖好，但是头上的角，哦，角只是粤语的硬币，有道理耶。羊角面包是中国对夸松的称呼，所以羊角面包跟牛角面包是不一样的东西。羊角面包是夸松，哦，什么叫因为我很会出力？什么意思？卖欧北贡更拜公这种因为很难中奖，像吃钱的老虎，所以说吃饺子老虎机哦，所以是因为那个机器会把你的钱都吃掉，然后你就会一直有去无回，投了一堆硬币，所以叫吃饺子老虎啊，懂了，哇，好赞哦！我多年的疑惑终于解开了，哇，所以我们现在有羊角面包跟牛角面包，请问还有什么面包？你们不觉得扁可颂很可爱吗？就是有一个。扁可颂就有一个扁掉很无助的感觉，大家懂我在说什么吗？这个算可爱侵略性吗？就是看到可爱的动物会想要把它捏爆，就是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好像叫可爱侵略性。可是我觉得扁可颂很可爱，是因为它看起来已经被摧残过，完蛋了，听起来超不妙的。对，但是很可爱，它看起来弱小无助，然后就扁扁的一块，太可爱了。应该不会只有我吧？不会只有我觉得扁可颂很可爱吧？我不知道法国人要气死，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本草纲目记载，羚羊角能平肝舒筋、定风安魂、散血下气，从而达到清热解毒、止痛安神多重功效。哇！我们聊天是不是有一只羊？我们聊天是有一只羊，要小心啦！感觉我的观众会把你拿去做成药材哦。看到可爱的火蛇会想，你冷静，你平常讲话是这个样子的吗？你是被欧拉夫画了形象之后变得更无拘无束了，是不是？奶油跟面皮堆叠就是要烤烹，然后把它压扁。有道理，有道理，就完全就是浪费那个把它烤烹的努力耶，就是你大费周章的把它烤的蓬蓬的，然后就把它压扁，是怎样？两天这个脚是绵羊，所以没事，对不对？书包里面的扁馒头或是扁三明治，对，就是如果你有带那种早餐店三明治去学校，然后你忘记吃放在书包里面的话，过了一天你就会得到那个三明治点 zip， 你就得到一个三明治的压缩档，合理吧？合理吧？是怎样不能温柔跟我讲话？你说的温柔跟我讲话就是，等一下，你说什么？你说的温柔跟我讲话就是看到可爱的火蛇会想要把我吃掉，这是温柔吗？这是温柔的讲话吗？你是说像我一样温柔的在那个路边跑步的羊的耳朵旁边说你看起来很好吃，是这个意思吗？这种温柔那是表面的温柔，好不好？这个只是形式上看起来很温柔，但是形式上算是谋杀罪。哈哈，好唐突的双关，谢谢大家。扁馒头，馒头是无辜的，馒头会扁回来吧？有加爱心就是温柔，你那边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奇怪骚扰讯息的逻辑？就是随便打一串骚扰讯息，然后加一堆爱心，是怎样？在耳朵旁边，在耳边说你看起来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压肩
我不太擅长烹饪诶，鸭煎是什么意思？我要 Google 一下，听起来很像早餐店会把那个肉压扁压在煎台上压煎，好色哦。为什么我会说好色？哦，看起来好痛哦！原来这就是鸭煎吗？好，我知道的太多了。煎的时候上面压个重物，要来拔你的脚喽！伊里的爱心是紫色爱心，天啊！什么叫火蛇煎真的开工色音声台？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今天我开台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把馒头压到最扁是不会回复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哇，这就跟那个这就跟完了，这是不是刻板印象？这就跟理工宅男的学妹一样，不会回复原来馒头是去洗澡了。我今天真的在乱讲话还是我平常就是这样子？很色吗？哪有很色？又在那边很色，乱色一通。才几点就在对羊调情，对牛弹琴，对羊调情这样子吗？真的蛮烂的，谢谢。阿姐，晚安，欢迎你来啊！大家上班辛苦了，主播也开台辛苦了，没有啦，没有很辛苦啊。我今天其实真的是来点笑，我也没有想到这么笑呢。今天怎么一直爆发？可能因为我很呛吧，可能因为我就是处在一个很呛的状态。是的，精华剪不完了，才半小时。你看这个叫什么？绝无冷场。对，欧拉夫老爸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杀人诛心吗？还好吧。洗澡洗很多年，怎么听起来像有人有这种经验？完了，虾仁还要诛心，好可怕。不错吧？都是蛋白质。对啊，虾仁应该算不错的蛋白质来源啊。诛心的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吃内脏到底好不好。然后好像说内脏可能会。好像有人说内脏比较会累积一些毒素，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对牛弹琴，对羊调情，对鸢尾花过敏，阿酸，太好了，阿酸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对牛弹琴，对羊调情，对鸢尾花过敏。要辣手吹花听起来很不妙是个人是 YouTube 吗？什么我吗？我是个人是 VTuber 啊，怎么了？你是说绝无冷场的吗？你是说最近有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新人 YouTuber 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有看到，我觉得他蛮酷的如果没看到的话，我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我怕他把我流量抢走，我就不帮他宣传了。很难得，没有把自己看到觉得很酷的人宣传给大家。对好，就这样。什么没关系，承受得住？不是啊，你要想啊，如果有人说他对你过敏，什么意思？他在你面前打喷嚏，什么意思？他对你没有抵抗力。大家学会了吗？以后如果有人说他对你过敏的话，你就要开心了。如果有人叫你离他远一点，你也可以开心了，因为他……好，我掰不下去了，就这样。谁？猫猫可爱？对，猫猫可爱，没错。好啦，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今天就是随便聊嘛，随便聊。泪眼婆婆不是泪眼婆说靠腰，反应过度，对，当你靠近他的时候，发现他怎么泪眼婆婆，不是泪眼婆说代表他拒绝不了你的魅力，所以要你离他远点。对，至少就是也许你就永远见不到这个人没关系，至少你心里是开心的，好不好？有时候就是骗自己。好假该转台，少在那边，大明就最爱看这种的，不要骗我了。转台就不可能，很乐观哈。不是，字就很小，反正你们过阵子要那个嘛，过阵子要出道，你们就会知道了，你们就会看到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叫什么后台的聊天室字就真的很小嘛。泪眼婆婆是高速婆婆的亲戚吗？我不知道高速婆婆没有告诉我，烂死了。什么东西成瘾？泪眼婆婆应该是看到当兵离乡儿子回家。有道理啊，有道理。
对吧？泪眼婆婆，感觉超可爱的。哎，胆大党同人作品《高速婆婆泪眼婆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要让高速婆婆哭出来这样子吗？让高速婆婆眼角泛泪，就会变成泪眼婆婆。原来伊里喜欢这样子的题材啊！原来伊里喜欢看人家哭是吗？学会了，大家可以做笔记哦。对啊，我喜不喜欢我就不告诉你们了。好，这种杂谈是不是整场聊完之后完全没有聊到标题也没关系呀？应该没关系啦齁，应该没关系啦。听起来是盯上火。历史考真的耶，真的，原来泪眼婆婆是这样子哦。原来泪眼婆婆是看到有人泪眼婆说的时候，就跟他说：“啊，你写考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阿慧是很 free 的啊，对，是的，我是很 free 的，你们想做啥都可以。当然有关系，我倒是切题，对吧？有切合主题，对，有讲到那个 CP 的部分。不是我平常有事没事就会发糖，就会聊到，好不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我是最宠粉的主播啊，哪有办法？我怎么觉得我今天特别38，还是我平常就这么38？真的假的？我要纯杂谈，标题就打个纯杂谈，怎么可能？这样怎么骗人进来看？对不对？这个要成为一个成功的 VTuber 哈，有没有一定要这么卑劣？我是不知道啦。对，但是我蛮乐意使用一些卑劣小手段的，所以我总是要在标题骗大家，把大家骗进来，对不对？啊，会很 free 的话，那200块，不是就没有啊，就很 free， 但是可以纯赞助啊，对，你们是人啊，我知道你们会进来看啊，但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就有新朋友了，对不对？大家看聊天室间就有新朋友，大家好好对待新朋友，不要乱讲话哦，不要把不要把陈火蛇平常怎么虐待你们告诉他们哦，不然以后他们就不敢来了，对不对？比如说什么逼迫你们出道啊，或者是什么会绑架到地下室，都不要讲，拜托，对，好吧？机器人出来的时机真的是太尴尬了。那个不是就很 free 很免费，但是那个还是肚子还是会饿的，好不好？鞭子、蜡烛、绳子都没有在使用，不要乱讲。哇，只餐花50买过，你这样听起来让人超误会的，讲的好像付50块就可以买到什么一样，没有，就是直接买了我的整条贱命，就是50块，好不好？怎么听起来没有比较好？平常要踩着大家的脸，要把你们卖去无偿。我哪有？我看起来像是平常会踩人的 VTuber 吗？我平常看起来像是会踩人吗？看着我的脚回答我，不要看那个脚，不是头上的脚，是叫你看这个脚，对不对？看着我的脚回答我，平常会把你们踩一踩吗？哪那么好？今天拿酸买了4条的贱命，谢谢，我好贱。好啦，哇，那你知道吗？我的饭友比我的贱命还值钱呢！我的饭友比我的贱命还值钱，我的天哪！我的现在的双面饭友每个100块，大家可以去买。等一下那个机器人就会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哦。哇，我的天哪！我的命居然只值半颗饭友吗？谢谢大家，我好便宜，我真的很 free。对，大叔买4个，真的，我看到大叔下单的时候，我想说，哇，天哪，也太支持了吧！对啊，我今天把那个大家目前有买的货都寄出去了，因为我都虐待小精灵，所以没错，我每隔几天就会鞭打一次我的小精灵，所以出货应该还算快。最喜欢喝饮料、酒还是茶？喜欢喝什么茶？包种、美人、高山。我没有很懂喝茶，我是不是没有跟酒和茶茶打招呼？我的天，对不起，酒和茶茶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我刚是不是没跟你打招呼？我的天啊，这并非我的本意。好，讲到哪里了呢？最喜欢喝的饮料是咖啡啊。如果我常常来看的话，就会一直听我讲，所以就会听到不想听。对，那我最喜欢的咖啡是摩卡咖啡哦，甜的要命。对啊，茶的话我没有很懂喝啦，但是就是
因为没有很爱喝水，所以还是蛮爱喝茶的。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啊，酒就也还好，没有特别爱喝。对，但是甜甜的酒就还是会喝。谢谢。可能因为我只有单面，有道理耶。谢谢欧拉夫，你说的对极了。真不愧是我的亲生老爹，好了解我。对，变大牌就不捡留言，不对耶，还没有大牌到可以这样子哎，不对耶。减肥不能喝甜，我知道啦，我知道。我现在真的要戒糖哎，我是真的认真要来戒糖，所以我应该会有一段时间都不会喝到甜的东西。对，我努力，我努力，我努力，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对，因为前几天有跟大家做那个嘛12周的计划，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补档，想的话可以补档，对，然后就是不想的话也可以补档，谢谢。然后就是那个里面有提到，我应该要试着顾一下我的健康了。对，哎，说到这个，好像只有一个人有传他的12周计划到我们的 Discord 里面，哎，对，当然已经很不错了啦，就是有人参与我就很开心了。但是要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再参与一下哦。认真要戒糖，好，一起啊，好啊，来啊，来，一起戒糖。介绍一个很不错的白色粉末。不对耶，这样讲很容易让人误会。等一下那个被 ban 掉，我没有办法哦。摩卡也不能喝吗？对，摩卡不能喝，摩卡有糖啊，摩卡一定是不能喝的。我一直发糖给大家吃，你们可以吐掉啊，可以吧？就是强制被主播喂糖的，呸，我不要。也不是不行，但少来，你们一定会吞下去。对，主播没有跟猫猫打招呼，怎么可能？我应该有跟猫猫可爱打招呼吧？对，希望我没有遗漏它。代糖干肾负担大，假的？那我应该要努力的，乖乖的不要吃甜的。啊，眼睛吃糖的口舌就可以免。你说的有道理耶，你说有道理耶。心灵糖分满足了之后，你就不用再担心会吃太多糖。200块摩卡费还你，我知道，那个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啦。我们下礼拜再开始戒糖，这样摩卡还可以喝，好不好？不是，喉糖也是糖哎，靠腰啊，完了，喉糖也是糖，那我已经吃了，完了。主播就算发大便糖给你们吃，你们还是会吃掉。最近好像有一些观众是说什么很喜欢吃大便哦，为什么？是怎样？没有要卖这种周边哦，大家冷静哦，没有要出这种周边哦。你们是怎样啊？到底为什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昭告天下说自己爱吃便便？好恐怖！下周的事，对啊，下周再开始啦，下周再开始。没有，怎么会有那种周边？才不会轻易的把我的这种重要的，这叫什么？重要的，这叫 DNA 相关的内容给你们，这才不对劲，观众的问题，这才不对劲是观众朋友的问题。不要检讨主播，一定不是我的问题，都是他们带坏我。我们这个火蛇本来很乖的，都是那个观众朋友带坏他，好不好？谢谢，有人还在吃晚餐，救命！救命！对不起，不对，为什么我要对不起？是观众的问题，你们给我跟伊里道歉。赚来的钱都上交给父母，但是想买火蛇，没事，赚来的钱可以上交给父母，然后请父母买火蛇，可以吧？没关系哈，就都怪观众，不是啊，VTuber 就是要跟观众常互动嘛，我们就会有这个互相学习，然后互相有一个正向的影响嘛，所以对啊，就是我也是常常在向观众朋友学习啊。那学习当然好的也会学到嘛，那有一些可能比较你知道，就是比较对，对，这里很好，轻松，什么都可以聊，只要不爆破。对，大家心中应该都有一把尺啊，没有的话就是无尺。对，就大家自己知道什么不能讲。像是什么臭 CP 啊，什么护妻模式，算了，你们就讲吧。就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啦，我们终于切合主题了，难得突然切合一下主题。对，我们今天其中一个放在标题上的主题叫什么？关于那个被臭 CP 跟臭 CP 的想法嘛。这其实也跟大家讲很多次了啦，就是你能拿我去臭 CP， 我 OK 啊，我 OK。但是你要看另一个主播 O 不 OK？ 那你知道吗？伊里有扳手。
伊利，如果你要 ban 人的话，你想 ban 多久都可以哦。你应该 ban 不了我，对，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对，伊利，你要 ban 人家 ban 多久都可以哦。好，谢谢大家。哦，对耶，伊利突然想起来自己有扳手了。还跑，现在才知道要跑，天哪！真的假的啦？你们还永编？我不知道啊，伊利永编那就永编。突然怕是不是？来，今天刺激的没有？今天刺激的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还蛮刺激的，好好笑啊！真的哦，扳手不能编扳手，真的假的？接下来就不是切入主题，是切入骨肉，谢谢。伊利一直没有开编，是他爱你们。对啊，伊利对大家多好，伊利平常都对你们很好吧？啊，扳手不能编扳手，但我应该可以编扳手吧，对不对？啊，伊利如果想要编的人有扳手编不掉，你就跟我讲，就靠我了。好，太好了，偶尔要来一点扳手的铁拳。好啦，没有啦，就对，但是我有给伊利这个权利，对。好，我们继续切入主题。好笑，晚点开观众大逃杀用扩音器，耶！好玩，我就想看这种大场面。虽然我是主播，但我也蛮爱看聊天室出现什么大场面的，好爽啊！好啦，所以对于被凑 CP 跟凑别人 CP 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就没事啊，就对啊，应该是没有到太过分的啦。啊，有的话就没事，有的话你就会被 ban 哦。好。看起来大家都还没有被 ban 过，那应该是没事。伊利把他运到俄罗斯就是为了这个吗？什么大叔准备回来干嘛？要爆破我吗？不行吧，不可以耶。伊利是 V 吗？找不到，伊利是 V 啊。对啊，因为我可以直接点他的频道进去，你们可能没办法。对，没关系，如果你有关注我的推特的话，应该常可以看到我们一起合作，所以应该。从我的推特蛮有机会找到伊利的，不用太紧张。两位是要拿扳手决斗吗？真的假的？你们要表演扳手决斗，好想看哦！开始开始挑战底线吗？你确定？你要确定不行不行我是想要看大场面，没有要这么大没有要这样大家冷静好不好？好啦，三次方冷静。这个太危险了，这个等一下见血，对不对？我们那个不要乱拿剑挥来挥去，等一下那个剑挥来挥去见血就麻烦了，不要这样。伊利子昌扳手组合新 CP， 我比较意外的是，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组出这种 CP 啊？不是应该要多元发展，什么都拿来组看吗？还是我误会你们同人享受者了？哇，491部片听起来其实蛮恐怖的。我好像也才200部嘛，对不对？对，不可以乱试哦。如果真的被永编就回不来了哦，冷静哦。好啦，那我算是已经讲完了嘛，对于被凑 CP 的看法嘛。对，就是你们冷静哦。被另一个主播 ban 掉，我没有办法。对，那凑别人 CP， 我平常没有在凑别人 CP 吧？对不对？你们应该没看到我在凑别人 CP 吧？对，但我觉得凑 CP 其实没关系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凑 CP 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不要一直逼我确定没有吧？我有吗？我顶多就是煽动你们啊。对不对？也不是没有啦，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啊，因为我是 VTuber， 要顾一下形象，我比较不方便，就是在开台的时候大肆宣传我嗑什么 CP， 对，所以有点尴尬，对我还是有那个偶像包袱的，对，在一些就是少数人看得到的地方，或是私底下跟我其他的朋友凑 CP 就。也是有可能的，对，没有啦。说真的，我觉得凑 CP 就是人之常情，就是大家都喜欢获取一些心灵糖分嘛，
看一些会让你开心的东西，合理。对啊，就是说出来，我不要啊。对，没有啦，就是遵守一些底线啦，不要随便画一些那个什么剪辑片段去观摩我的形象，完蛋，我不要啊，我要逃避这个问题，太好了。对，没有啦，我觉得凑 CP 就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没有什么好谴责的啦啊，就是你凑 CP 就是真的好吃，然后你分朋友吃就 OK 啊，不会怎样。对啊，但是如果是我想一下啊，怎样会造成困扰？就是怎么样会造成困扰？其实只要有看场合的话，应该都还好吧。对啊，像比如说，阿姐要出门了，好，路上小心啊。现在有点晚了，晚上出门小心。对，没有什么好谴责的，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对啊，就是我觉得是看场合啦，就是如果，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跟伊里在联动的时候，我故意煽动你们，然后做一点效果，这种时候你们要讲什么，好像就还 OK 嘛，就是大家在开玩笑，然后气氛 OK， 气氛融洽。对，那如果是我跟火嫂在联动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提到伊里，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狂刷跟伊里就是凑 CP 有关的，我觉得我就会困扰了。对，这个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正常的判断力的话，应该是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应该还好啊。对，哈？阿酸会一边大喊我跟火嫂99，一边把我抓去跟伊里组一起。好，反正你们懂。有人爱丁布，有人爱布，看反了。有人爱布丁，有人爱丁布。干母叉，五叉，丁布看起来就是甜到靠杯，那看起来不是正常人可以吃的，那感觉吃了就是你的胰岛会跟你说我不行了，对，你的胰脏会说我不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尝试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可能可以。虽然我觉得布丁也好甜哦，其实我也不太有在吃布丁。哪时候火扫联动？问得好，我也不知道哎。要他有空啊，可能要再等一阵子。对啊，尊重最重要。有火扫在的时候就不会放肆。没错，就是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了，就是心中的那个正常的判断力，我相信大家。对啊，如果不行，我就把你编掉，不用紧张。杂食党不会输，有道理耶。为什么要给火扫丁棍、刺球、鲨鱼剑？在拿来修理我是不是？不好吧，我完蛋了。真假的？欧拉夫，对啊，欧拉夫感觉会想吃丁布哎。我们都是甜食享受者，感觉欧拉夫可以吃。我的话就算了，我的体重不行了，我不能再吃了。那个是限量的吧？那个不知道买不买得到哦。对，我其实也有犹豫过要不要开台吃这个，但是想了一下，不行，我要减肥，所以反正也抢不到，那就算了。啊，成熟的大人怎么了吗？你们不是吗？你们不是成熟的大人吗？再想想，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吧。哇，柠檬一只早安，你好，这还真是我的荣幸。哇，你好啊，这不是我们的会教大家多喝热水的柠檬一只吗？你好，你就想要一个伊布，你再想想。9岁不能用 YouTube 哦，9岁应该是不能用 YouTube 哦。有道理耶，买不到丁布可以自己做，如果有能力的话，好像可以做做看。下次伊里料理讨就来做丁布吧，我觉得可以，我会想看你。苍大叔喜欢甜食，但是有糖尿病。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就是难免就是有时候就很衰啊，就是你爱吃的东西，偏偏是你可能不适合吃的，像是什么喝咖啡会心悸的人，偏偏就很爱喝咖啡啊，不是我，对啊，也有人是什么对海鲜过敏，但是很爱吃海鲜啊，这也是有可能哇，这没办法，对呀，就好痛苦哦。其实我也蛮爱吃甜食，但我好像真的有被警告说要戒一下了。对，所以我要小心一点。看我在开台来看一眼，请我喝热水，谢谢。我最喜欢喝热水了，我最喜欢喝热水，然后我最喜欢的热水就是它刚好有流经一些那个烤过的咖啡色的豆子，然后就会有一个苦苦香香的味道。对，但它还是水哦，当然还是水哦。我最喜欢这种热水。好，话说猫猫今年贵庚？没有人这样问的吧？怎么可以随便问人家的年纪啊？
啊。同事阿迪喜欢吃蟹，但是会过敏。对啊，对啊，有些人会呢，有些人会这样子，就是爱吃的东西，偏偏就是过敏的东西。每次吃就要花800，真的假的？就是吃完之后还要花治疗费去处理他的过敏，这样子吗？我的天哪！对，咖啡是一种果汁，不是豆浆。虽然你要说它是豆浆，我也是不会阻止你啦。对，但是可能会有点误会啊。把角膜来加点水，我不知道哎，我没有听过这种喝法，不要乱试啦。等下过敏就花800了，好不好？需要我少开抖内收钱修理我，我再跟他讲，看他要不要趁机敛财。对，反正那个有钱大家赚，大家就是我跟他，太好了，太好了。火蛇的脚目前没有要出哦，有要出翻模周边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好不好？我怎么觉得我真的出脚的翻模周边，就是会被拿来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就比如说好不容易买到一个周边，然后硬要把它磨成粉来喝，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这样吗？拜托，就如果真的要的话，吼，就开台给大家看，好吧？我是要出翻模，不要断在这里，你讲完好不好？子昌，你们是这种人吗？对，是过敏是对脚没有抵抗力哦，真的耶，谢谢。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天蛮开心的。那我们还有那个画电会没有聊到哎，怎么会这样？哦，没有，还没有要出，我只是有在想，我还没有要出。讲完什么？脚的翻模，不要把脚2个字拿，不要把那个字拿掉，差很多啊，也没有差很多啦。如果你觉得差很多，就是你的思想有问题啊，那没事了，好，没事。对，讲完了，大家都讲完了，太好了。我是要用翻模出各种材质的脚，还是要干脆卖模具？感觉卖模具要比较贵耶，真的假的？卖模具还有这招，对吗？翻模脚讲清楚啊，翻模脚讲清楚比较好。哦，蛋糕模具哦，蛋糕模具感觉，但是那个材质就要是可以食用的嘛，可以就是会有食安上要注意一下那个材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材质，就是要制造那个模具，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可能要查一下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贴给我，就会增加就是这件事情实现的几率，好不好？如果真的做一堆角蛋糕，其实感觉蛮酷的。哇，我知道，你除了拿来烤角蛋糕之外啊，就是如果你喜欢，就是多吃点蛋白质，然后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蛋白丁，就是把那个蛋白跟蛋黄分开之后。把那个蛋白把它弄熟之后，就是变成一道的话，也可以放进那个模具里面哦。这样就是角蛋白。哦，贵的模具是木头的，然后高模具塑胶。哦，原来如此。哦，原来如此。饼干压模是最便宜的。饼干压模是那种就是金属的，然后就是凹成一个，可以把它。敲下去，怎么说？敲下去吗？就是我好像大概有理解，饼干的那个膜就是有点像印章嘛，有点像，就是把它压下去就会一块一块的。哦，这个好像比较可以耶，这个比较可以耶。啊，喂，角蛋白拿出来，不要不要哦，不用进烤箱，哦，原来你有说细胶的，原来如此，木质哦。好像不错开模要10000元左右，不是其他用途哦。原来如此，什么用途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也记得开模应该是就是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啊。一堆吃的没听懂，没接到梗，没事，超烂的，就不要想了，超烂。直接尾梨屋好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这个但是可以问问看，感觉就算他没有做，可能他也会知道我可以在哪里问得到，好像不错梨屋最近是不是？有想要休息一阵子啊？我好像看他推特有说要休息一阵子，就再请大家关注一下吧。他好像会发个告知跟大家讲一讲，对不对？200目砂纸，冰块模具冰块模具好像蛮酷的如果出角造型的冰块模具，好像蛮酷的。我觉得我自己就会想用我自己会想用。
好赞啊！我就变成冰山帅哥了。嗯，我也觉得饼干压模好像比较容易实现一点。哦，他去实体市集真的好酷啊！哦，礼物妈妈没关系，妈妈的爱长存在我们的心中。对，妈妈的公版黎明皮可以延续下去。冰杠 V 0冰角美人有道理哇！角冰放威士忌里面，那变角嗨了吗？有道理耶，有道理耶，有道理。嗯，出饼干模具就是要做成饼干，哎，啊，不然怎么办？这个饼干是双关哎，我刚居然没有 get 到，我的天哪！哎，这个双关好猛哦，这个双关好猛哦！啊，突然有真的蛮该出了哎，既然有这个台语双关，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有机会该把它出来。我的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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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这个感觉要2周年或3周年之后才有机会呢。那大家再等等啊，大家再等等。这个感觉难度还是稍微高一点，毕竟有点穷。嗯，那如果我练财很顺利的话，对，就是练财除了从大家身上抢钱之外啦，就是我也蛮想要靠一些广告或者是业配这些其他对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负担的方式来赚点钱，所以就是我自己还要再努力一下。对，当然大家就是有余力要支持我也是非常欢迎的。对，但是我也会寻找看看其他的方式。嗯，也可以用在阿慧的最爱上，马铃薯印出形状烤出片，感觉很好吃，感觉超好吃的。把它压好之后去烤，应该是很快乐。嗯，没有出片，要选哪一天当纪念日？认真问。我其实有看到台 V 百科上面好像就是有人有把我放上去，然后他选的是我人形化那一次。对对对，猫猫卡也觉得人形化算初配性，我也觉得很多人会把它当成初配性，我觉得蛮合理的啦，我觉得蛮合理的，所以我也觉得 OK， 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项哦。我自己目前如果非得选一天当纪念日的话，我应该也会选那一天。对，3月几号？结果自己忘记，好像自己根本不记得几月几号。3月嘛，是不是？对啊，人形化那天的纪念日，就确实那天做的事情也跟初配性就蛮像的，所以对，所以没错。哇，这个，我们来聊聊别的话题吧。画店会只开一个图层，等一下，其实我这题没有很认真准备，我们真的要聊这个吗？画店会只开一个图，真的、欧拉夫3月会死掉，真的假的？再女装一次？没有要，我目前好像没有想要穿女装的这个，没有特别的很想穿呢、因为我现在已经太怎么说呢？现在就是一个肥宅状态，对，就是目前就是永远穿这套衣服跟大家见面。对，目前没有特别想穿女装，对，但大家想看我穿什么衣服都可以画 fan art 逼我穿哦。欧拉夫3月会死掉，哦，完蛋了，那我们选别天吧。对，我们这个3月就给观众朋友来当纪念日。欧拉夫的话就我们可以选别天，生日什么的不错啊。9月29的陈火蛇生日，就是平常都不会高调跟大家宣传的日子，对，就电绘本来就是自由的，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是不是看不起罗浮宫闪电侠欧拉夫啊？是没错，对。就是没有啦，反正就是前阵子就有人在抓那个有些人的电绘好像不是电，对，我在减肥耶，对耶，我在减肥耶，没有啊，我下礼拜开始减肥啊，不要紧张，不是减肥完又不一定要穿，减肥完之后我可以什么都也不对，不是这样子，对，但是就对。可以许愿火蛇穿水手服吗？可以呀、我也蛮想看的。对，大家可以画哦。选数字的用途，我们还没到那个部分，对不起。
对，我们那个今天那个标题上的都居然还有一个话题没有聊到，所以到底要哪一天开推特频道还是 YouTube 频道，还是推特频道、推特账号，还是 YouTube 频道，还是第一支影片？就我觉得人形化那一天可以啦，对，但只是如果欧拉夫老师会太累的话，那我们那个3月那一天就是只给观众朋友纪念。对啊，欧拉夫老师就给他一个专属的另一个日子，或是就把欧拉夫老师累死。对，看你们有多没良心啊！选择把他累死，就不是我选的，是大家选的，好吧？放只有风扇，我再想想，好像不是不行但是我再想想。对，好啦，还是我就干脆的承认，就是我这个标题上的第一个。就是我这个标题上的第一个话题，就只是想要拐新朋友进来看，还是我就大方承认，就是我其实觉得就没什么啊，不是啊，画电会只开一个图层就本来就可以，但是因为前阵子有一个推特账号，就是大家知道吗？说不定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还是简单讲一下。反正前阵子就有一个推特账号，就是发了一些好像不是自己画的图，然后就。我根本没备课，我有准备好不好？我其实是有认真想一下我要讲什么的，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开始来就这么刺激，然后就太嗨了，然后就讲了一堆有的没有的，以至于我现在把我原本准备的东西全部都忘光了。这能怪我吗？好像能那我有什么办法？那对不起没，就是满意没双没，对不起啦。好，还是讲一下，反正就是有人看起来就是不是自己画的图，但是就是跟大家说，我是个新手，然后我那个只用一个图层，然后用手指画得好烂哦，然后就想可能是希望被夸奖嘛，对，但就怎么知道他不是自己画的？就是不是啊？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平常有常常看到一些AI 生成的图片的话，就会知道有一些特征，就是看起来就是 AI 生的，就其实不是人画的。对，那用 AI 生图，然后说是自己画的，就会让人蛮不，就对于真的在画图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对，而且你侮辱他的同时呢，就是很多生成图片的 AI， 它其实那些图片的来源其实都是不明的，就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是窃取了其他画图的人的劳动成果，然后把它训练给 AI 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用从画画的人身上偷来的图去训练了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还可以拿来抢这些画画的人的生意。对，这就是为什么 AI 生成图片这件事情会被拿来讨论，会被拿来批评。对，但我想大部分聊天室比较常来的观众，可能对这个议题好像刚好也蛮熟悉的，所以我好像也不用讲到太多。对啊，反正就这样。对。不过呢，就是有人就是提出一些质疑嘛，就是在他的账号下面留言提出一些质疑，然后就有说你怎么只开一个图层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只开一个图层其实不一定有问题，因为我知道欧拉夫老师就是蛮常会只用一个图层画画的。那除了欧拉夫老师之外，我还知道就是用纸画画的人，我还知道手绘的人在纸上画画的人，基本上也是一个图层。对，所以其实用一个图层画画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被问了这个问句之后呢，他就说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一定要开很多个图层为什么不只开一个图层就好？这个就有点不行了，就是把其他人都当笨蛋就是这样好像蛮直接的嘛，但我平常好像就是蛮直接的。对，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自己不这么做就没问题啊，你自己不这么做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都会这么做的话，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可能有很好的理由。对，所以我自己对于这种喜欢把别人当笨蛋的行为还蛮反感的。对，因为我自己姑且也是有我的专业领域嘛。比如说我好像刚好懂台文啦，就是我知道怎么把台语用文字写下来。对，所以有一些人就可能会说什么为什么要把台语用罗马字母写下来啊？
用这么多符号不会让台语更难学吗？就不觉得这样子很麻烦吗？我就会觉得如果有很多人都会这么做的话，也许代表他们有很好的理由。那你可以问问理由，或是你可以不在乎，都可以。但是你最好不要把别人当笨蛋，那样会让人觉得蛮不高兴的，然后你就会被骂。对，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如果要发表一些言论之前，可以稍微想一下，有一些言论就是蛮欠骂的，所以你应该可以预期会被骂哦。那如果你不喜欢被骂的话，就最好不要随便这样讲。那如果你很喜欢被骂的话，我还是不建议这样讲，因为会让其他人不开心，还蛮困扰的。你可以花钱去抖内给会开骂倒台的主播，叫他骂你，好不好？就是你有付钱，然后人家有提供服务，这个非常好的互动方式。对，不要在那边逼网友骂你，然后又不给钱，这样就不太好了。技术也菜，谎言也菜，就吃无三杯用菜都被飞上天，哇，这个好赞！对，没错没错，俗语回来啊，没错，就是你也就才刚学嘛，就真的菜嘛，你才刚接触这个画画这件事情啊，你的吃无三杯用菜，你就也没练几天，你就想要多强哦？不用这样吧？对啊，就没错没错，这句真的用在这里很刚好。人是外大呆人是讲大呆，谁？我没骂你，冷静。对啊，这个俗语真的来得很是时候，感谢阿坤，蛮刚好的，刚好平常我也没什么在开教学性质的台，对，只是靠大家，其实我都跟大家学啦，对，也可以改成上西天，对我原本只有听过上西天的版本。对，但是特别不会上天，感觉也通也不错。有时候同一句俗语就是会有不同的版本啊，所以大家可以多看，然后就可以有不同的版本，还蛮好玩的。少一点的话开了70几个，那蛮多的。因为我比较没耐心，所以虽然我很久没画画，我几乎不画画的，对，但是我自己以前还有在用有分图层的软体的时候，我也分不了那么多，但我也不怎么专业啦，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有耐心去，因为如果开很多个的话，就好像感觉就要顾那么多个图层，就有点累，所以我自己不会这么做。对啊，但毕竟如我说的，我不是个专家，并不懂画图，所以我也没办法做太多的评论或分享。可以啦，可以分享自己的那个经验啦。吃无三杯用菜的要上西天，对啊，这个感觉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讲嘞，可能还是要靠家里面传承，然后就是刚好有听到才会记得，所以大家随时有想到俗语都可以直接打出来哦，蛮欢迎的，蛮欢迎的。好，也太好了，可以交差了，我们2个话题都有聊到了，太好了。对啊，轰安安刚好在我们这个台语密度最高的时候来了。等一下会不会保持不知道。资料夹线稿底稿，不，线稿底色两暗面亮面，前面头发后面头发，皮肤五官前面衣服后面衣服之类，各一个资料夹啊，有道理。对我们就多攒点就被戏，真的会哭，真的会哭，真的会哭。我的跟伊里差不多，草稿线稿，然后上色。然后加阴影就对我也差不多就这样子，我有加阴影就已经不错了，再来我真的没办法了。还没聊异性同性 CP 差异，等等，猫猫卡爱有2个账号猫猫卡爱频道是另外特地开的啊，原来如此，还以为是把原本的改成那个你好啊，第2个猫猫卡爱，欢迎你来看台。好啦，还没聊异性同性的 CP 差异好，对，其实原本也有准备到这一 part 啦。对，我喝个水，讲太多屁话了，喝一下水。对啦，是刚好就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这还蛮唐突的，我就是很突然的想到这件事情。对啊，
很突然的想到啊，就大家就蒙听，对啊，可以蒙特伦，就好像突然发现说，大家在乱嗑 CP 的时候，好像乱嗑，好像比较不会担心自己乱嗑同性 CP 耶。对，但是好像就不太会随便嗑异性 CP， 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这个现象？对，就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有昭告天下，告诉大家有火嫂的存在，对，但是 nobody fucking care， 没有人在乎，然后会拿我跟其他不止一位男 V 去凑成那个同性 CP， 对，但大家都没有在担心的。但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人随便拿异性的主播凑成 CP 耶，官配不算，那种昭告天下他们就是有在一起的那个不算。对，但为什么？什么叫我好花心？都你们在凑在那边，好意思讲哦？好，我就突然就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还蛮妙的？这会不会其实我不确定哦，我只是刚好有在想。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这会不会其实是一种对同性恋的歧视啊？会吗？就是觉得好像怎么说呢？被骂是奖励呢，不客气。对啊，就是会觉得好像是怎样，就是所以同性之间的爱比较可亵渎，还是比较可以当玩笑吗？就是我有时候想比较多啦，我本来就是一个会想比较多的人，所以就会觉得。可以这样讲吗？他者体验哦，原来是子昌老师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BL 或 GL 的想象，其实不一定是真的符合同性伴侣在一起的实际状况的，像这样子吗？好像有点道理耶。V 圈的异性联动也有延上过，可是花心大舌头蛮好笑的耶。花心大舌头，我喜欢，这超好笑，谢谢。虽然我不花心，那都是你们的问题，但是花心大舌头蛮好笑的。哦，可能越不可能发生，就吃得越开心吗？似乎有点道理，但是我就不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我想一下怎么讲，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主播也是蛮大方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性取向的，所以。有一些主播会让大家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还不算少，我好像还刚好认识蛮多。但总之，不会有人拿这些有告诉大家自己是同性恋的主播去跟异性凑 CP。可是好像蛮多人会拿，就是有让大家知道自己是异性恋的主播，对，就是我，然后去跟同性凑 CP， 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对称。那我没有说不开心或是怎么样，我只是就会很好奇，想一下，就是怎么会这样？异性恋创作跟真实异性恋也差蛮多，你这样说好像有道理啦，对，想到林黛玉跟佛地魔这个超不可能就有受众看得很开心，这个有点不一样吧？就是想说 VTuber 可能 VTuber 你还是会比较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会想一下，就是会比较怕冒犯，感觉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在怕冒犯佛地魔啦，应该吧？好发在异性恋上，你是说乱凑同性 CP 吗？你是说乱把男 V 跟男 V 凑 CP 这件事情比较好发在异性恋身上吗？真的吗？哦，原来是说讲异性恋直男跟异性恋直男在一起很有趣。这倒是，而且是那种善笑的，就是觉得就真的是当成笑话了啊！这确实是，这真的确实是异性恋男比较会讲的，反而好像异性恋女，至少我所认识的异性恋女生好像也比较不会拿这个来当成笑话。你这样说好像有道理，这么一想，真的会觉得异性恋男性是一个蛮特别的群体耶。现实哪来那么多青梅竹马、青春邂逅，算了，我不会站出感情。这个感觉都不限性别呢，这3种都不限性别，所以也是啦，虚拟创作的魅力，那倒是，哦，那可能我想多了吗？对，没事，其实我也没有很介意，但是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
有公开告诉大家自己是同性恋的主播，然后被拿去凑异性恋 CP， 这件事情我非常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也没看过，但说不定真的有只是我不知道。对，或许这么做的人就不会敢大声讲出来，也许吧。蛮多同人作者会秉持一个标准，只要原作者没有说角色是异性恋，就会当成双在创作。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可以。对，当然我自己比较少在做这种同人的二次创作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标准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但原作者没有说，我觉得好像也可以去想一下，就是原作者有没有说，当然也可以分成明示或是暗示。对，就是虽然这可能有点，我不知道，这有点刻板印象吗？就是有一些角色的行为，或是有一些角色他的跟其他角色的互动，就是很明显是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些角色就是作者从来不会明讲说他是双性恋，但是他跟其他角色互动的方式就没有啊，就很双啊。对。这个应该还蛮容易可以，我不知道可能如果大家看的作品跟我看的作品有重叠的话，也许在有一些作品上会有这种感觉吧。谁？很多不一定，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很多角色就是一看就是也不是一看啦，但是就是你看了他的做事方式，就会觉得他应该是很双的。对啊，我知道有一个例子，什么叫做那个角色怎么看都是异性恋？我知道，那个Chainsaw Man 的那个电治电治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看他整部作品里面的行为就是个异性恋，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不行，不能凑人，我差点要凑人了。就是他很喜欢女生，然后他对男生很嫌弃对不对？这个就没什么好那个的齁。这个应该没什么争议，对不对？对。所以除了明讲之外，好像这种。从作品里面看角色行为也是可以算一个标准吧，对。当然，如果是那种完全不明确比如说什么，我不知道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猎人里面的那个很多人，猎人里面的奇亚跟小杰是什么性取向，没有人知道啊，这真的看不太出来呢，对不对？有点看不出来，但是就是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诠释吧，就是你要拿小杰跟奇亚凑 CP， 感觉也没什么问题。过度嫌弃只是刻意压抑吗？是这样子吗？你是说深贵吗？对，有人亲身示范，就是很嫌弃，所以有人会特意凑成 CP， 有道理。当然就是没事啊，就是凑 CP 不犯法所以没关系，只是。如果你的意见跟大多数人差太多的话，你可能比较难找到同好，这个就是也是没有办法的现象对，看他还是载线应该还是吧。对，虽然比较新的集数我没有继续看下去，对，因为他那个我知道他有在正版平台，就是每个礼拜放一集出来。对如果你要看就是完整全部集数的话，是要付钱的。我错过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连贯的看下去，我就一直没有继续看。对，所以其实我不确定最新进度它还是不是载线这个我不知道。对，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对，我知道，我也是在说电子，我也是在说它，没错。但是那个Chainsaw Man的最新进度我没有看，对，所以我有点不确定。冷门 BG 很难找到一起课的。我觉得网络上好多 BL 跟 CL， 反而 BG 的二次创作有时候我不知道也是要看作品吧，因为有一些作品里面就是刚好粉丝里面喜欢吃 BL 的或是 GL 的就比较多的话，好像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BG 的量会比较难不是真的没办法谁叫我吃冷门的，没办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但还有更难过的是那种就是吃的作品本身就很冷门，根本没得吃，也是有，没错。对，像那个我最近在重温那个啦，我很喜欢的枪弹辩驳系列，但是枪弹辩驳的第3部作品《枪弹辩驳 V3》真的是太少粮食了，就
虽然我很久没有在嗑这种 CP， 但是就没东西吃，哈哈。真的哦，伊藤绿茶也是吗？也是吃冷门的，那没办法。水手服真的假的？好，我等一下就可以看我们的 DC 了，太好了，我等不及了。好啊，对，好啦，那个叫大家选一个数字都一直没有干嘛，我们还是把这件事情做一做。好，完蛋了，真的好刺激哦，完蛋了。你在吃超人力霸王里面的 CP， 一般人可能都无法想象有 CP 可以吃，你知道吗？聊天室有人说他会吃拼骨的 CP， 请他自己解释。一般人应该也没办法想象里面有 CP 可以吃吧？来，谁讲的？自己解释，我不管哦。不解释就算了，对。好来吧，我们来做那个很刺激的事吧。谁啊？对啊，谁啊？好想知道哦，到底是谁？他该不会刚好有在这里回讯息吧？企鹅跟海狗，你怎么知道？谁啊？难道是你吗？没有啦。对，海豹还是海狗、海狮，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海狗、海豹还是海狮？这个我不懂海洋生物，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个啊！算了，随便。是的，怎么吃起来了？我怎么知道？我觉得你要跟我说派大星跟海绵宝宝，我还都比较好理解耶。还是因为我看的太多了？是因为网络让我看的太多了吗？什么海绵宝宝跟章鱼哥啊？什么海绵宝宝跟章鱼哥就是那个嘛？那个叫什么？越嫌弃就是越压抑。好啦，没有啦，就我不知道。像什么卡比跟 Metalu Night， 就好，我看过有人吃的 CP 是那个你们知道 JoJo 第3部有一只狗狗叫伊吉吗？是叫伊吉，然后还有一只鸟叫宠物店。有人吃这对 CP 也是怎样啊？一只鸟，一只狗，一只会用沙子扁人的狗，跟一只会用冰块扁人的鸟。哈？就是吉伊卡哇就算了，就我不知道吉伊卡哇的互动可能蛮多的吧，就他们就只是互扁，相爱相杀吗？好，怎样？突然觉得那个企鹅家族也还好，是不是？啊，这就是网络的美妙之处。对，好啦，数字要在哪里选呢？没有啊，就是直接喊一个1到1000以内的数字啊。对啊，每个人最多喊一个啊，最多10个人，再多我就没办法了。好啦，我们来进入那个大家期待已久的环节啊。好刺激哦！我现在好紧张哦，哈哈。对，可爱乔湖岛也会有人凑。可爱乔湖岛哦，如果你喜欢什么，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如果你喜欢肉食动物跟草食动物啊，对啊，如果你喜欢肉食动物跟草食动物之间那种竞技的感觉，我们有一部作品叫做《Beastars》。为什么要可爱乔湖岛 ？Why？ 就是当巧虎忘记带便当的时候，老师就会说：“陶乐比跟大家说再见了。”太恐怖了，救命啊！好啦，50是不是？好，只仓50 ，OK。自仓50，好。哈姆太郎会有吗？我不知道，而且我不想知道。真有台湾会诗画《哈利波特》里面的妙丽跟拽哥，
我觉得可以啊。等一下哦，妙丽跟拽哥，虽然他们不是官配嘛，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在一起的可能性看起来没有那么低，就是不会那么的，怎么说呢？像动物方程式，动物方程式我其实好像我好像没看呢，所以我其实忘记结局，但是就我不知道我觉得还行啊，我觉得比起企鹅家族或者是海绵宝宝都比较，我不晓得，对，我不晓得，这个真的是锁死这一对真的是。我觉得这一对真的是不太可能有人怎么说？当然你要吃别队也是可以，但是那个怎么说啊？那个人数真的是太悬殊了，这个真的是锁死到不太可能。就是如果你吃了别队 CP， 感觉会被说是异端呢。虽然我觉得这样子严厉的评价可以不用，但是我还是可以预期会被大众说是异端呢。对，我觉得有可能哦。好啦，我们来做那个啦，大家期待已久的环节啦。好紧张哦，我要紧张到不行了。为什么要紧张嘞？因为我要来挖坑给自己受苦受难了。好，来，我最近得知有一个网站，对，它就是把 VTuber 的，这应该是订阅数吧。看起来很像订阅数，然后就是有一个列表，然后上面有超多人的，对，就是包含广义的，应该是算广义吧，就是只要是虚拟实况组的，就是都把它列进来，对，然后这里有没有火蛇呢？好想知道哦，啊，好棒哦，有搜寻功能这里面有没有火蛇？到底有没有？哇，有我在哪里？1、2、4、3名哦，我在第13页，很酷吧？很酷吧？对，我把这个网址，我要怎么贴给大家？我要把网址贴给大家。哦，在这里，在这里。啊！好，没事。什么好意外？你们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前面是不是？你们觉得我应该要在最后一页是不是？还是我应该根本就不该上榜？什么意思？好啦，反正盯给你们，你们可以去玩。好，不是刚刚叫大家给个数字要干嘛？好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做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哦，就是如果我想要蹭别人流量的话，我可以怎么办呢？就是随便翻一页，找到那个号码，然后寄信给他，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作啊。哦，是觉得我会更前面意思，谢谢，这真是我的荣幸。好，我们来吧。我敢跟大家玩，就是好啦，就来玩一下。对啊，邀请他来就是什么样的联动不知道，我就是会再研究一下，看可能有没有适合什么共同的话题，也看对方想跟我聊什么话题。对，那说不定也只是找来街访，或是人家就是直接不理我，也都是有可能的。对，这个应该也不用讲太多，反正就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可以去邀请人家，对啊，人家如果在忙，或是我们最后聊一聊，发现没有适合一起合作的，那就是不会有，对，所以就对，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应该不用太那个吼。好，那我们就来吧。伊藤绿茶的数字是7，有够大尾的是怎样？好，个十百千万10万23万订阅，真的假的？好，没事，寄信不犯法，好不好？寄信不犯法。好，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第7号。我们不适合，毕竟是宝箱，什么意思？太好了，好啦，我们第7名尾巴，谁在给我喊个位数的？好啦，第2大的数字是什么？没有比较好，30，不对，33。再来，我们是仓大叔提供的33号。怎样啦，子昌？没事啦，就什么啦？不要50是怎样？你要干嘛？
还可以改的、哦，还好刚刚没有喊一吼。对，我就其实请大家选的时候，我都在暗自祈祷，希望大家喊数字不要那么大，不要那么大，不要那么前面，很恐怖，很恐怖。好啦，真的假的？玛格丽特·诺尔斯，很大尾耶。谢谢昌大叔给了我勇气。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说真的啦，说真的，有时候还是需要被推一把，才会做一些平常可能不敢做，但是明明就没有伤天害理，然后也不是坏事的事。对，所以如果大家哪天想要发疯的话，就是也可以试试看这种方法哦，就是让大家推你一把哦，好不好啊？好。50，子仓50，好。没事，这就是还可以，不是没有人在现在在选的，没有人在现在在选的，就是要让大家在不知道会选到谁的情况下，对不对？要在大家不知道谁选到谁的情况下，然后做这个才刺激，对。可以把主题定成伴侣哪些地方很可爱，好像不错哎。你是说街访主题吗？那这样子的话，我是等于要一次邀到他以及他的伴侣是吗？这个难度变高了欸。这个好啦，反正今天说就是，等等，发现有人活动宗旨也是会被放在上面的，但没关系，如果真的遇到我们再说。对，那反正就是。我其实应该还是会再看一下每一个，就是被大家喊到的人，就是我比较适合做什么类型的合作，所以也不一定是街访，但我们就再看看。那但是就是愿赌服输，所以一定是会去寄个信，然后去聊聊看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对，或者是就被已读，对。哦 ，RMO 阿嬷。猫猫可爱的204，等一下，猫猫可爱想要改167，167是谁？谢谢。啊，这个不用特别，今天那个也可以哦，应该吧？应该吧？今天不用特别喊子仓，我们也有机会跟子仓合作，好不好？哦，好。哇！而且看这个表就会发现自己不认识的人是真的很多哎，其实就毕竟没有办法真的都滴到每一台，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名字其实是可能有听过，没有认真就是去研究过、深入的看过，或者是就真的不认识的人真的也好多，有趣。好，再来我们4，说不定167会拒绝我，那没关系啊，那就拒绝啊，又不是没有被挂过电话。虽然我们也才讲过一次话，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挂我电话，但我先造谣。又不是没有被送过恐怖游戏，谁拒绝谁还不知道嘞，对不对啊？3次方的699 ，Lapis Ryoken， 这位我也不认识耶，我先把它写下来。对不对？谁拒绝谁还很难说。好啦，929，来，我们929梦藤修，来看看梦藤修。好好，真的假的？1、2、3、4、5、6，好，太好了，我要去寄6封信了，谢谢大家。我现在真的好紧张哦。还好没有人喊什么1、2、3的，对不对？好啦，也没有不行啦，就好，还有人要喊数字的吗？不开放咯，不开放咯。哦，就是来，我们以后就来一个默契，就是以后我问大家要不要来点刺激的时候，应该就是又在自虐了，所以大家可以踊跃一点。
大家可以踊跃一点的，一起来玩刺激的游戏，一起来逼迫火蛇吧！太好了，太好了，谢谢。123怎么了？不是123，是喊到数字很前面的，然后有好几个，我就会很紧张，好不好？对，其实也没怎样，就只是想喊1，想到要发钱，所以就喊高一点。不对耶，不是啊，我就讲很直接好不好？你自己看第一页，前几十个都是大家如果看 V 看久了，就是一定都会听过的有名人物，好不好？虽然有很多活动终止的，对，但是好不好？你不紧张吗？你是我，你不会紧张吗？这有什么好讲的？第一页随便叫我记其中10个，我就紧张死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好，太好了，谢谢大家，我又有事情可以做了。对，陈火蛇永远不会是个无聊的男人，因为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可以无聊。太好了，好啦，我就该休息了，实在是很努力的在劳动呢，太好了。好啦，然后希望可以接到一些业配啊，希望有人可以拿钱给我打广告啊。对啊，子昌居然没有不，子昌没有说他不想虐待火蛇哦，看清楚他说什么哦。子昌说不想看我自虐，但是他没有说他不想虐待我。有没有可能他不允许我自虐，但是他想要虐待我？有没有要多喝水？如果有多喝水的业配的话，是这个意思吗？好啦，我是该多喝点水啦，等我一下。好，他不想要我自虐，是他要亲手，好恐怖哦。但对，也是对啊，你看他讲的话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好啦，好，那因为今天就是姑且也准备了这个唐突的深聊的转盘啊，每转一下好像觉得怪怪的，所以我们就唐突的来转一下吧。毕竟它叫做唐突的深聊，哇，太好了，我好喜欢这个主题。不请自来的建议为什么很讨厌呢？我会把这个问题放进来，就是因为我有一阵子收到蛮多来自，我就不说来自谁了，但是会收到一些不请自来的建议，然后就蛮讨厌的。但是我觉得，我想一下怎么说比较好。对，我其实蛮欢迎大家，就是真的有建议想要给我的话，可以从棉花糖，或者是棉花糖如果被挡的话，其实可以寄 email 来提供给我。对，那大部分的建议其实都蛮有用的。但有时候有一些不请自来的建议会让人很困扰，像是什么呢？像是把别人当笨蛋的建议。对，讲很直接的话就是这样子啦。就是我是蛮突然有感而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对，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的亲友有一些人还蛮喜欢给一些我不需要的建议，像是我在做目前的直播的这个形式之前啊，其实我也有试过一些不同类型的，怎么说呢？不同类型的频道，或是不同类型的媒材，就是不一定只有影片啊，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写部落格、写文章，或是我在陈火蛇频道之前，我其实也有做过你敢怎样这个频道。对，那只是没有全部都告诉大家，总之就是有做过一些不同的尝试，因为毕竟我对台语有兴趣不是1、2天的事，其实也已经做蛮久了。可是就会有现实亲友，就是知道我喜欢做跟台语有关的题材之后，就给一堆建议啊，而且他给的建议其实也不一定很有品质，就是他刚好看到有某人在写部落格，然后就会说，你可以写写看部落格啊，然后看到某人开一个图文创作的账号，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图文创作啊，虽然我根本就不会画画，对，但就会觉得如果是低品质而且是不请自来的建议，就会让人很讨厌。对，就是其实有一些事情人家都想过了，所以不一定要想到什么都不经筛选的提供给别人。对，
但我自己算是一个蛮欢迎大家多给建议的人啦，所以我还好。但是太过分的话，还是会被讨厌的哦。棉花糖都很讨厌猫猫卡爱，真的假的？就是我还是 get 不到那个棉花糖它到底筛选的标准。我觉得有时候筛选的标准是真的很奇怪。对，所以的确，如果有时候大家想说丢给我棉花糖，我好像看起来一副没看到的样子，那就有可能是我真的没看到。对。这种建议如果是透过绿界抖过来就不会讨厌哦，就不会那么讨厌哦，真的。对，因为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很有表达的欲望的话，你在表达的同时给一点那个服务费，我就可以听你表达。这样讲好靠腰哦，对，但是是这样没错。对呀，就是，但其实也还好啦，大家可以给我各种建议啊，没价值的建议我就会直接看过，然后就不会特别回应，所以我这样讲好残酷哦，对，但对，也有可能是被主播讨厌，什么意思？你是说丢了棉花糖之后，我看起来一副没看到的样子，有可能是被我讨厌吗？没有这种事，一定是棉花糖把你筛选掉了，一定不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棉花糖的官方把你忽略掉了。对，我看我在当发开中讲，没有啦，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钱，好不好？抖内多少就能提多少字的建议，哇，所以抖200可以给200字哎，我看得完吗？我还要把它念出来，天哪，没有啦，怎么可能？乱讲，我才没有讨厌你们，讨厌的我都也没有都怎样，讨厌的我都会在转盘里面偷骂，好不好？不要紧张。下次写满200字，这样对你也很辛苦哎，这怎么好意思？不可以啦，不用这样子啦。我们就是那个写的人也轻松，念的人也轻松，抖10万就可以写小说。那你要写的，我觉得要写10万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写的，要写10万感觉要花好多时间哦，很累耶。基本上就是你可能要花好几个月，或是反正就是要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认真的写了一个小说之后，还要再花钱把它抖出来吗？你不如把你的小说把它放在我不知道可以付费的平台之类的吗？你不如把它拿来赚钱吧。而且阿酸写卡号写很久，大概是这样。对啊，你写卡号都写得那么辛苦了，就不用再特别写200字讯息了。不过绿界的讯息好像有字数上限其实。对，你可能会受限于那个绿界它的系统的字数上限，它会让你没办法畅所欲言哦。就算你抖了1万块，可能也没有办法传送1万字给我哦。好，那因为我好像真的讲太多话了，我觉得出于那个之后要让大家可以看更多火蛇，我还是先休息一下好了。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脸消委，真的讲了蛮多没营养的，蛮开心的。真的假的？哈士奇王者被吃掉吗？你还要再投其他哈士奇王子系列哦？真的假的？那可以从那个 Gmail 投给我，对，可以从信箱投给我。好人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1天啦！天哪，也太好了吧！谢谢伊特绿茶100块，长辈叉腰，你给我喝水，好，我喝水，喝给你听啊！真的会喝，好不好？这样听得到吗？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收到吞东西的声音呢，但真的有喝啦，好不好？如果听不到的话，可以再跟我说。好，讲太多话了，喝太多水了，不行了。哦，很好，听到了，太好了。100字建议，可能可以写喝水，然后写50次就可以了。好吧。谢谢。那我要去跟哈士奇王子相亲相爱了，谢谢大家。如果这个水如果有加咖啡豆，就天打雷劈脚。没有，这个真的是水，没有经过咖啡豆，好不好？对，真的是水。我做人一向非常诚实的，对，我偷喝咖啡都会跟大家讲，对不对？我是可信任的主播。好啦，那谢谢大家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降落去哪里吧。看一下现在有哪些朋友在开台的。
有哪些朋友在开台嘞？哇，有人在玩国产游戏耶！那我们就去看校鼠玩国产游戏吧。虽然我看不清楚是什么游戏。好，那我们就去找老鼠吧。好，那拜拜。会不会有些人喜欢？我的 OBS 好卡。会不会有些人喜欢主播讲那个晚安、拜拜之类的、啊？今天来讲一下晚安好了啦。那个阿酸晚安拜拜，然后猫猫可爱晚安拜拜，然后伊藤绿茶晚安拜拜，三次方晚安拜拜，还有子仓晚安拜拜，然后鼠人晚安拜拜，伊里晚安拜拜，还有谁？我跟昌大叔说晚安吗？应该有对不对？我记忆力怎么那么差？我的天！好，昌大叔晚安拜拜。还有阿勋晚安，拜拜，谢谢大家。